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第诗篇51篇15节有讲：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让我的口便要传扬赞美你的话。是的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使瞎眼看见，瘸腿能行走，他创造天地万物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他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使瞎眼看见，瘸腿能行走。拿起我们的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哦，全能的上帝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使瞎眼看见，瘸腿能行走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哦，全能的上帝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好，为了让我们练习拍手，用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所以呢，我们分开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姐妹。当我们弟兄在唱的时候呢，很专心的唱，我们的姐妹来为我们的弟兄拍手。我们用拍手跟赞美的方式来赞美我们的神。然后待会就要换过来，再一起唱哦。弟兄先唱，来，我们有姐妹伸出你的手，要拍手用力的拍，感谢主。是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全能的上帝。好，姐妹唱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使瞎眼看见，瘸腿能行走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哦，全能的上帝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使瞎眼看见，瘸腿能行走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哦，全能的上帝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恳求神你赐个降临，充满我枯干软弱心灵。愿主赐下恩雨在我心中，浇灌滋润干涸的心灵。主的权柄，主的能力，已战胜黑暗罪恶权势，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。愿主荣耀国度降临，荣耀哈利路亚。主耶稣的宝血，使我全然的神，成为我的拯救。荣耀哈利路亚。主耶稣
是黑暗，罪恶权势，却可有君王掌权直到永远，愿主荣耀国度降临。是我全然的神，成为我的拯救。荣耀哈利路亚，主耶稣的生命是我能力，是我永远盼望。荣耀，荣耀哈利路亚，主耶稣。是我全然的神，成为我的拯救。荣耀，荣耀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的生命是我能力，是我永远盼望，是我永远的盼望。主耶稣的圣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。神已预备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全然得胜。神告诉我们，他让我们生命全然得胜，要胜过谎言，胜过疾病，胜过面具，胜过你的骄傲，胜过自卑，胜过我们的绝望，甚至孤单。可能还更多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依靠我，你就全然得胜。而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未曾看见，我们依然仰望十架，要完全交托。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架。心事完全交托，甚至主的掌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或风浪或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心事未曾看见，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架，依然仰望十架，心事完全交托。心事完全交托，甚至主已掌权，甚至主的掌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或风浪或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请期待我们敬拜。腓立比书4章12节说：“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盛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。”或缺乏，随事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那秘诀就在腓立比书4章13节，他说：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”我们有什么不能胜过的？请依靠那加给你力量的那一位神，他会使我们完全都能做，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力量往前走。不要对他失去信心。当我们在唱这一首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信心跟盼望来唱，神必与我们同在。今世未曾看见，
愿意在教会投入服事的弟兄姐妹，神深深的知道，也体会我们在服事上面的难处，跟很多可能要背负的重担，还有误会。但是上帝要借着这首歌来鼓励我们，一共来军队主，最主感情，伊要互你得到人，亲像得到鱼，伊要帮助咱配团福音，互天的万民拢通信。伊甲咱讲，你无得惊吓，勇敢来行，因为有信心甲咱同在。咱伫咱的教会内底，交做一个分享生命、彼此相听的共同体，同心为主来派这个十字架，因为这个十字架是上帝手送予每一个人拢无同款的礼物。咱的使命是啥物货？咱做伙来唱一首。来军队主，伊要予你，你叫咱亲像你条鱼，做主感情，陪伴予伊，予天的万民拢通信，予你行行，勇敢来行，有信心同在拢通吃，分享生命，彼此相听，当时为主来回命。你我的行行，你我的行行，伊要使你叫人，伊拢无去规律，无发散律，永远要保守你。你我的蕊子，伊要使你勇气，你的勇敢从大靠我坚强，无论去哪里。来军队主，来军队主，伊要予你，你叫咱亲像你条鱼，做主感情，陪伴予伊，予天的万民拢通信，予你行行，勇敢来行，有信心同在拢通吃，分享生命，彼此相听，当是为主来回命。你我的行行，你我的行行，伊要使你叫人，伊拢无去规律，无发散律，永远要保守你。你我的蕊子，伊要使你勇气，你的勇敢从大靠我坚强，无论你哪里。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好消息告诉你们，马太福音28章10章节说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19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神应许我们的，也是神的吩咐，耶稣的吩咐。再念一次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感谢主，今天有2位长老要被按铃设立，我们要一起为他们唱这首歌，支持他们，因为他要按着神的命令来教训门徒们来遵守。我们也按着神的命令往前行，我们要遵守神对我们的教导，这是应许，也是命令。我们一起从头来唱。来军队主，伊要予你，拿起你的手，亲像你条鱼，做主感情，陪伴予伊，予你的万民拢通信，予你行行。
阮无惊吓的心，因为你应允阮，当我奉爸囝信心的名，甲伊行洗礼时，你所吩咐阮做的，我要按照你的旨意去教训人。你的应允，你要教阮基地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嘛愿意做你的干净，配传福音。阮伫行十字架这条路时，我嘛相信有信心要甲阮同在。阮教会要成做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分享彼此相听，同心为主来陪命，互阮有一个无惊吓的心，佮守守阮有平安。因为你应允阮，你无要放杀阮。恳求你，搁一摆听阮的祈祷，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信息请起立，咱要吟信息141首，耶稣做咱无价。